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45节。创世纪35章第22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认真追求。真侪基督徒对信仰并无真注意，无小无冷，并无真认真咧追求。约翰伫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，讲到这个老底嘉教会，就是一间无小无冷的教会，是上帝眼中看做互人会吐的教会。不但安尼，因家己认为讲袂歹啊，圣经安尼记载，你讲我富足、好业，拢无欠缺，但是你毋知你家己是偌尼悲哀、可怜。你双向痴迷，搁赤身裸体。其实真正有袂少的基督徒有即种的心态。因认为家己是上好的啊，无人会当比因搁较好。但是事实上，因却毋捌认真追求过信仰。什么款的态度是积极认真的基督徒生命态度呢？牧师捌侪摆来分享着雅各伊的态度，虽然伊的做法无值得咱来学习。但是伊的态度却是积极认真在追求，亲像伊伫这个阿伯渡口甲上帝的使者咧相演了后，伊非常积极要求天使着爱甲伊祝福，若无甲伊祝福，伊就毋放伊煞。启示录第3章的记载，基督徒必须爱真积极、认真追求上帝的真理，因为一间无热心信仰的教会也是人，是上帝所厌恶的。照着老底嘉教会的情形来看，一个无认真的信仰态度，上帝就看做亲像老底嘉教会的水共款。迄个水并毋是因为温度互上帝无接纳，乃是因为伫热泉中间的菌拄着冷泉就死去啊。冷泉的菌嘛因为拄着热泉来死去啊。两种无共温度的泉水相拄，变成做拉伦烧无烧无冷的温泉。然后是较重要是，迄个死去的菌是正做一个池，是又搁臭又搁垃圾的水。圣经讲，你着爱写批互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讲，迄位阿妹。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，迄位上帝创造的君王安尼讲：我知你所做的，我知你无烧无冷，我却是愿意你若是冷还是烧，因为你亲像温水共款，既然无冷也无烧，我要对我的喙中将你吐出来。不但是这种无温度的水，更较是因为死去了后变做一滩死水、死菌的水，好那亲像一个信仰是死去啊，无有见证，无有美好的生命，互人看到就想要吐。亲像雅各的囝鲁便的行为。嘛，互人受气，互人感觉会吐共款。圣经安尼记载，雅各
踮伫伊伫读的时，女编去甲伊的老爸会说伊死力做伙困，雅各嘛听到即个代志，伊就真生气。伫保罗的时代，咱看见伫庇哩亚的即个犹太人，甲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就有无共款的做法。伫庇哩亚的犹太人，因比较较开放，并且非常热心来领受道理，因愿意来查考圣经。比较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犹太人来讲，安尼的热诚追求真理的心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犹太人伊无追求真理，却四界造成教会的混乱，因为因存心来作乱。使徒行传第17章第10节到第15节的经文也安尼记载讲：迄暗，信徒透暝送保罗甲西拉去庇哩亚，因一个落到位就入去伫犹太人的会堂。这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搁较开朗，因非常热心领受道理，逐日查考圣经，要看保罗所讲的有确实啊无。因中间有真侪尊贵的希腊妇人人甲查甫人信。毋过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个知影保罗嘛伫庇哩亚得传上帝的道，就去遐来煽动群众，引起搅乱。信徒随时送保罗去到伫海边，西拉甲提摩太留伫迄个所在。因一路护送保罗到雅典，保罗吩咐因去叫西拉甲提摩太，尽量赶紧去甲伊会合，然后因就离开啊。这种毋知影爱认真追求真理的人，因只有会为着教会带来混乱，成做教会中间互人看袂介意会吐的一滩死水，好若亲像罗底甲教会共款，互上帝感觉无欢喜。加州退休牧师刘瑞义牧师伫伊的面册分享一张伊的答文，伊引用罗马书12章第2节的经文讲：毋通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，叫恁查验什么是上帝良善、纯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伊表示，一个这个岛边边无有异象的教会领袖，加上坐礼拜，敢若坐咧，只有想要来享受一切成果的基督徒，会将教会变成做一个实固不化、幼稚佮落伍的所在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、16节到22节，佮45节。恁着感谢上帝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乐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追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新约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16节，伊互金远降落伫迄个土地，
予所挖去的绵牛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生气，就是想要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伊的骹，用铁链链伊的额头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会有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统治万民的法老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老拢总的财物，通随时放伊的人身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